好，来继续来看大问题。竞选总统的期间，民众党是推出着各种的竞选小物来总经费。即卖互压料，讲包括着黄静莹、吴怡轩、陈智涵等人，透过宣传折扣码的方式来抽成，这恐惊已经违反着政治献金法了。陈智涵是出面来驳回，讲这竞选小物的收入，甲政治献金无关系。伊家己嘛无抽成，伊讲伊所领到的是木可公司予伊的参加活动的费用。五水的造型，无论是衫也是帽仔，拢是郭文泰选总统的牛草。这竞选小物功劳真大，真受到美中支持的阵容小姐姐陈智涵要斗宣传，只要输入这组号码，就会当拍折。要唔过，即卖北检咧怀疑讲，这其中有挑头，可能违法。我今天还是要强调，政治现金归政治现金，木可公司他们贩卖的竞选小物归竞选小物。所以我当时得到的讯息就是：第一个，我们可以帮忙宣传，提高候选人的支持度跟曝光度；第二个，拿到这个折扣码就可以打折。但伫下面昂西客户也伫个人里边找顶管宣传，要唔过这组拍一个号码和木可公司同款。包括了学子王静莹、发言人吴怡轩，嘛拢牵涉到红坡。我从头到尾不曾得到木可公司告诉我说，今天你的业绩很高，所以呢，我要给你等值的这个退佣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但是木可公司确实有给我们劳务报酬，什么样的劳务报酬？例如说，我们帮他们宣传，或者我们帮他们出席活动。强调退掉的钱是劳务报酬，不是被小物的挑头，无违法。不管是基层的党公职，还是对我们而言，那都只是完成我们在选举时间的任务，所以我个人很反对，也不支持所谓这叫做抽成的概念。利用党内个人企业成本来有关竞选小物的销量，可拍一个号码宣传，金流敢有违法，这就要交予司法来调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